你好，是观众欢迎收看2月14日中嘉台南电影新闻。下一届台南市中西区北区的议员选举，会当讲是新人参选复杂。其中7名现任的国民党籍议员，就共同推荐今年这26岁少年人蔡中和，欢迎伊加入国民党的行列，甲党做伙拍拼。国民党市议员王家珍和李忠诚共同为着党内推荐少年的新希望。中西区北区的市议员参选人蔡宗豪，参选人因为曾经是罗志强的助理，嘛做过保险的业务，过去的工课中有处理过弱势家庭的投保业务，深深看到伫咧急需要帮助的弱势家庭，所因为政府的资格限制，无法度得到协助，所以想要透过参与政治，希望当帮助经济有需要帮助的弱势家庭。我们的国家不管是经济、交通，还有科技方面。很多的建设过去都是由国民党打下的基础，不应该漠视这些贡献，只讲仇恨而无感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有是中国人寿和台南市政府，还有财团法人台南市秀峰公济慈善会，共同推广的经济弱势家庭微型保险计划，目的是以捐赠保险费的方式，让将近1万名符合资格的台南市民可以享有保障的资格。当时我们到了台南的各区公所，要递送相关的资料给这些需要社会关怀的人。他们非常多的人到了，有非常多的人到了现场，却发现自己并不符合资格。那从他们的眼神中，只看到了满满的无奈和失望。这让我很不舍，也才明白，只靠企业的力量是不够照顾更多需要的人。真侪党内先辈分别拢到现场来替宗豪表示祝福。除了替加油以外，同时欢迎经济少年人会当做伙投心到党内来替人民服务。我们要向年轻人表示最大的一个祝福以及欢迎之意。所以说很开心有宗豪这么年轻的好朋友加入我们国民党。我少年人一点机会，大家来支持蔡宗豪，让他替少年人来拍拼奋斗，一起加入国民党，为我们这块土地一起来打拼。要起国的时阵本来就较艰苦，没关系，姐姐们还有哥哥们、大哥哥大姐的坐在后面听你欢喜。所以说我替宗豪，我感到我很自豪。宗豪加油！就欢迎讲，咱宗豪会当来为咱国民党提出这个时处替咱在但是所有乡亲来大家来拍拼。参选人认为政党政治是需要良性的竞争，加入一个需要有少年人的政党，希望当透过无同的方式来回馈咱的社会。台南新闻刘品言采访报道。今年受这波疫情影响，有一寡县市的大型元宵活动，不是取消就是延后。不过，台南市的咸水风炮元宵的动工依然照常举行，只是规模缩小。所以，市长委贴就呼吁游客一定要做好防疫甲安全的防护，过一个平安的元宵年。今年咸水风炮受疫情影响，除了规模缩小，家家户户减白炮啊，取消射景，只采取定点的施放，嘛无开放礼炮的管制人潮。不过，市长黄伟哲表示，总是排除万难正常施放，因为毕竟风炮就是要互瘟疫消退，所以以防疫甲安全为前提，要互民众度过平安快乐的元宵年。盐水风炮决定排除万难来举办，这个都要谢谢，首先要谢谢咱的市民朋友，跟咱的主办单位咸水目标，会当做好防疫的工作，没有防疫就没有一切了，防疫做不好，疫情散开来，那什么活动都不要办了，餐厅也很难开了，所以说防疫工作做好，那我们风炮能够在安全的环境下。包括月津港灯节，也希望能够在安全的环境下，能够正常举办。所以说，我们希望说，今天是以防疫优先的前提下、原则下来办好盐水风炮。为提醒第一摆参与风炮的民众一定要注意安全，上桥再次加强宣导，教大家防护装备安怎穿。相关的原则就是规身躯包安，袂当有任何部位露出来。
鞋子的部分要穿运动鞋，那不要穿拖鞋跟凉鞋，那裤子的部分要穿牛仔长裤及棉质的长裤，其中也是棉质的毛巾，然后比较长把它围起脖子。那接下来是大衣的部分，大衣我们这边也是要穿棉质的厚大衣，那切记不要穿风衣跟羽绒衣，四周围有加装防布把它裹起来，因为这边就防止鞭炮再从我们的颈部再窜进去这样子。好。根据去年的经验，虽然一中武庙广场内放风炮嘛禁止礼炮，不过依然有真侪民众到场体验。伫今年也有15位定点的释放，恐惊真歹阻挡想要礼炮民众。咱的新闻管制何超邦采访报道。今日2月14號情人節，除了4月有情人終成眷屬的祝福，在創世基金會所照顧的個案當中，嘛傳出真感動人的故事，請藝人張秀卿來做見證，做回了解。去年1月，雄雄腦中風失去意識，阿玉不幸成為植物人。不過經過先生無眠無日的照顧，甲創世基金會到厝內協助服務。雖然現在也無法度講話，不過這2個月來狀況愈來愈好。這段親像奇蹟同款的回復，做紅曬無放棄的愛情力量，感動藝人張秀卿到場，除了想要聯誼做兄哥，嘛用老公這首歌代替愛妻獻給伊，特別在情人節這天，見證有緣做夫妻上好的模樣。一粒心為一人有偌久，會當為情無怨弄，為愛做選擇，不是阮衝動，甘願將生命交在你手中，咱是真濟約束，今生要相逢。當時基金會甲我講，我半暝半嘛要來。做好，即個社會就是需要你安尼即個榜樣吼。其他你迄個情人節，這其實我就是恁的禮物。我都應該甲你包一個禮物就安尼 surprise。足感動的，所以其實你來看即馬疫情安尼，大家心情攏就是比較，大家其實這個時候更要互相扶持，尤其是翁仔某。在創世基金會安排，娶生嘛是結婚34年來第一擺送花，加上張秀卿到場祝福，用歌聲來刺激，其實攏是一種真好的治療，場面相當危險。出來時陣是，他可以聽有，他這個聲音裡倒伊有骨頭可以看，目睭但是伊無眼神，眼睛空洞的一直轉，然後再慢慢，伊哩，那護理師這醫生講你愛用聲，聲好聽，你要聽音樂啦，看電視攏無要緊，保持迄個聲音，然後一直刺激他，安尼。根據了解，創世台南醫院目前到底到處服務植物人大約200位，攏是免費，嘛感受每一位互助家庭背後心酸的故事。不過，煩惱受疫情衝擊，捐款減少影響服務，所以推出日行一善，希望幫助植物人一天300塊的營養餐會。創世基金會為植物人服務已經30幾年了。那除了安養服務以外，我們還到社區做免費的到宅服務。那最近呢，我們有一些個案需要一些膳食，所以呢，我們也希望各位企業或膳食，或者是就是鄉親們能夠協助我們日行一善這個活動。那每一個人次的那個經費是300元，那希望大家共襄盛舉那支持我們的日行一善活動。這款有意義的情人節故事，創世嘛希望提供給社會正面的力量，成為支持家屬上大後盾。但係新聞管制何超邦採訪報道。
生活商圈发展协会为了带动民众的消费，特别串联商圈的店家举办消费购物节。民众伫消费以后，只要订立发票收据，就当参加抽奖。而第一阶段得奖名单，就伫14号公布。上化商圈振兴消费购物节赞。生活商圈为了刺激民众消费买气，结合政府振兴五倍券。举办消费凭发票，也就是收据，就会当抽奖的活动。第一阶段大奖得主，就是这位去5间行买手套所剩，幸运得到 iPad 一台。我刚好就是出去一个5金行买一个手套，然后就回来的时候，刚好看到上化商圈粉丝团有这个活动，然后呢，我就登录之后呢，结果过没多久，他们就通知我说我得到了这个 iPad。对，所以大家多多出来消费购物这样子，所以你都有机会得到大奖。商圈这次的抽奖活动准备了多项好礼要来销送，除了有电子商品以外，还有真侪礼券、商品抵用券等等，就等待着消费者家己来试手气。我们是上化商圈的8方园樱桃烤鸭庄，真的很开心，这一次可以参加这一次的消费购物节。那这是我们的主打商品是烤鸭潜艇堡。那它是用软式法国面包加上生菜，上面再铺上去骨鸭肉，那组合而成的一个比较新颖中西合并的产品。那通常也都是会在南科下午茶或者是上化在地的居民，他们都会很喜欢这样的产品。我们上化商圈现在搭配政府推出这个消费券的活动哈，那上化商圈它是属于一个很在地消费的商圈，那结合南科以一些农业做结合，所以我们这边有不管是你要传统的还是比较现代化的食衣住行的商店都非常多，那也有一些特色的景点，那欢迎各位大家有机会来上化这边参观。商圈已于1月份抽出得奖名单，那我们会继续在5月份抽出第2波的得奖名单。我们上化商圈总共有89家合作，希望大家能继续到各家店消费。抽奖活动也未结束，后一波的活动日期为即马开始，一直到5月1号为止。主办单位也将伫咧5月2号抽出第2波得奖名单。参加抽奖有可能后一位大奖得主就是你哦。另外，生活商圈嘛正欢迎生活区的店家会当踊跃参与协会，共同合作，这会带动生活区的经济发展。台南新闻招秀为黄义慈采访报道。在市立安南病院上午庆祝成立90周年，包括市长黄伟哲、卫生局长等贵宾拢到场祝贺。院长林胜特表示，虽然这里院长才满一档，不过期待大家共同打拼，朝向尖端医疗甲智慧创新。安南病院伫个全体同仁的努力，对草创、开幕、营运，到通过地区病院的品鉴、区域病院的品鉴。目前开设急诊一般病床539床，加护病床62床，加各类特殊的病床合计超过1000床以上。院长林胜哲勉励，希望未来用个朝向尖端医疗加智慧创新来迈进。第一个是人才的延揽跟组织的再造，人才是我们最大的资产。我们这1年来聘用了30位主治医师。那也对于组织的再造，包括各个委员会的重组，包括主管的任期制，有阶段性的任务。那也希望大家能够同心协力，一起为科部跟院方努力。也希望大家能够适才适所。那第二个是要建立一个开放的医院。我们除了加强跟周遭的医疗院所持续的合作以外，我们内部也会开始主办我们主治医师大会。第3是要筹建一个 Smart Hospital。我想把医院智慧化、AI 化，是我们未来最重要的一个目标。因为 AI 不只可以提高医疗品质，也可以加速我们的行政效果，那更加强了病人的安全及节约健保的相关的费用。近年来，因为新冠疫情的影响，面对各种的挑战。市长黄伟哲一方面勉励第一线医护人员，另外嘛为最近的变异病毒株安南病院担任第一线的快筛甲防护表示肯定。特别谢谢这次
在这次 Omicron 的这几个案例是由安南医院这个检测出来的那筛检出来的，那能够让这个 Omicron 的这个疫情在第一时间在CT值还相当高的时候就能把它抓出来，这相当不容易然后能够在防疫政策上能够有一个超前部署，或者是说能够最早的时候能够避免扩散之前就能够找到相关的确诊案例，这点是在防疫工作上就感谢安南医院各位第一线的医护同仁还有检验同仁大家的努力。安南病院9周年庆，包括市长王伟哲、立委林美锦、甲卫生局长徐玉玲拢到场来祝贺。会中并且颁奖表扬服务满5档以上以及特殊贡献的医护甲行政人员。台南新闻引根采访报道。先新闻一个，马上登来新闻现场。由社区大学大江分校甲海淀国小学生家长所组成的小大江山海圳国家绿道的探险队，13号上午由大江分校执行长吴木成带领，沿着山海圳绿道一路骑到南科，一家人先伫小大江进行静探，并沿途记录自然的生态，相当有成就感。由海淀国小学童所组成的小台江国家绿道探险队，13号上午利用开学以后第一个假日，实地踏查山海圳的烟花自然生态。总共有9名学员，有的是4、5年级，甚至有海淀国小毕业，转来行看看，希望为山海圳的自然环境尽一份心。因为也毕业很久没有骑，就想说回来也可以顺便看看。就是想要再更加认识一下这条山海圳绿道上面的一些历史，就觉得可以让大家认识很多生态，然后觉得骑起来很舒服。很久没有来骑了，然后就来回味一下以前跟现在有什么的改变，然后也认识更多生态环境。老师、家长加大江分校执行长吴茂成的带领，一家人先整理环境，并且做烟花的静探活动。在整理过程，也意外发现烟花的自然生态，并且由大江分校甲家长一一来记录，希望有一天会用拍成活动的纪录片，在有线电视的公用频道来播出。这个活动就是有一个亲子共学的方式，用我们家长陪着孩子实地到户外去做实作的一个学习。那从这个台湾山海圳绿道，我们从催生，然后让国家成为一个国家的一个发展的政策，我们带着小孩子去实作，从发挥一个公民的意识。这一片由家长学生小大江的家长学生甲老师大家三甲有无用这条国家绿道来制作一个台湾山海圳国家绿道的探险队的这个节目。那么这节目是要伫咱公益频道咱的公共频道来播出。那非常感谢咱这个双主青有线电视公司甲会当支持咱在地社区大学大江分校，支持咱小大江以及咱大江旅游学校包括其他学校的老师同学做伙来做这个节目。这个节目是这个家长咱学员老师做伙用探索的方式来介绍这条绿道的特色。这条水圳过去叫做嘉南大排，因为污染的关系，有一站是乌乌臭臭。后来经过在地，不管是社区大学、学校、甲庙宇，甚至 NGO 的团体，发起种树指导，并推升为国家级的山海圳绿道。目前沿着山海圳会用通到乌山头水库。这群小大江国家绿道探险队，伫大江分校的带领，第一天骑到历史博物馆甲南科。未来将记录到乌山头水库。台南新闻引根采访报道。由社区大学大江分校甲海卫中共共同办理的大庙献鹅，其中一年一度的彩绘平安灯活动，今年总共有400多位高中生学生参加竞选，入选120件的作品，14号闹热举行颁奖表扬。
安南区海尾调风宫为鼓励大江的各中小学童了解大江的文化，推动本土教育学习行动。每年甲社区大学大江分校举办点亮台江、大帽兴学安平的灯会，由各中小学生做伙来彩绘创作。今年第二届由陈培佑同学以着大道公护众生，将保境护生甲防疫来做结合，得到大道公的奖赏。得到大道公奖，我很开心，因为我很用心在画，同时感谢大道公守护全台湾，保佑大大小小平安。我们各位校长在提到说从设计从呢这个研讨到制作，我看到呢有国小、国中甚至刚刚我们有校长提到说甲新明的时阵就对啦，浸水王爷的时阵就对啦，挂口罩对着的时阵，这个生态会了解这个我遇到的时阵，这个调风宫保生大帝来甲各位提醒、各位报告讲的时阵就对啦实践是真的是相当重要，所以今天这个记者会让小朋友来参与，这是相当棒的一件事情啦。今年参会学生总共有400多位，最后经过评选，总共120件作品入选。上午伫海尾调风宫，由蜜蜂甲各中小的学校校长进行颁奖。今年首次嘛有新将这作品入选。目前这作品将挂伫调风宫的庙埕，欢迎民众伫元宵节做伙来调风宫赏灯。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近年来，电动车的环保潮流加上国际油价无稳定，油品事业无个再是稳谈不了，所以如何多元经营成为中油面临的课题。现在因除了加油卖加比，更进一步甲升级公司合作，提供美容保养服务，要来抢占爱水民众的市场。规片大店面不只是小型的便利商店，也可以当暂时休困啉一杯咖啡。上特别的是，一边也阁有人来做面。你可能真歹联想，这竟然是加油站的上新服务。过去一冬来，安平这间加油站不止卖油品，现在也甲升级公司合作，用预约的方式提供行动美容保养的服务。不错啊，因为有时像如果说一般加油来，像说有时有空的话，还会进来说做一做让他美容那些的 ，OK， 那这样也不错。那这个服务平台，我们可能就会用预约的每周3或每周6，让我们的中油这边的来速咖啡的柜台，它可以预约我们的一些客人想要做一些美容服务的服务那我们服务的服务就在我们的咖啡厅里面。那最近我们这样的合作呢，可以让我们所有在这些我们的双赢的部分大家都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环境那做这些美容服务，它当然有很多一些创业啦，还是说他想要爱美的女性也都有。那我们加油的一些消费者，他们利用在他们做加油或者说做一些快保的保养，然后提供这个一个平台的一个服务。对加油站来讲，除了加油以外，卖咖啡已经是真侪据点新的经营趋势。不过每一站的销售模式并无同款，参照药瓶路顶的分站，因为空间有够，除了替民众美容保养，也阁有投影机等硬体设备，场地当出租，将空间充分利用。那其实我们也陆陆续续有收到顾客一些意见的回馈，那他们是觉得说我们咖啡厅里面其实有提供一些完整的硬体设备，那所以他们觉得说除了咖啡之外，希望我们也能够提供不一样的一些顾客的服务。那我们这次跟静心生技公司的合作，就是说除了他们可以提供一些不错的商品以及优惠组合之外，那期许说他们在未来有机会可以把一些手作课程或者是一些商品的服务体验带到我们的这个咖啡厅里面。中油但厝表示，因为分站位伫社区，人客集中伫上下班时段来，时间有限，特别来买咖啡的人，一天大约只有30杯的销量。不过现在配合银行满额送以及3月底每礼拜2的咖啡日，加上现在升级公司的行动美容，陆续推出优质产品的折扣，相当看好未来对消费者的吸引力。但新闻综合采访报道。
感谢收看2月14日中嘉等新闻，祝大家今年节快乐，再会。